客飯廳作為整個單位的核心，設計上特別強調光感、留白與比例平衡。電視牆與高櫃以大面積淺色櫃身配合幼細金屬燈帶，令場面在簡潔之中帶有立體感。飯廳與開放式備餐區的設計則體現了實用與美感之間的平衡。大理石紋桌面與雲石牆身互相呼應，令空間多了一份清爽及精緻。而木色櫃體與暖光展示格則把這份清冷感拉回生活層面，使餐區既有現代感，也有家的溫度。而睡房的奶白櫃身與暖啡色床品構成一種安定的色彩關係，既有層次又不會過分刺激視覺，讓焦點回到休息本身，使房間保留應有的安眠氣質。這個單位的設計概念建立於一種柔和而帶有生活溫度的現代語言之上，整體以奶白、淺木、暖啡與少量陶土色作為主調，讓空間在視覺上保持明亮通透，同時透過材質層次與線條收放，慢慢累積細膩而安穩的居住感。